呢幾年咧，好多人都過嚟問我自己幾時會移民。喺答呢個問題之前咧，我先講一個真實嘅故事。有一對夫婦咧，佢同好多人一樣，對外國有憧憬，於是佢哋裸辭移民。結果去到外國，唔單止揾唔到工，老公仲因此患上咗抑鬱症，兩個人嘅感情去到冰點。喺1年之後，佢哋翻返嚟香港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分析嘅係，你究竟係咪一個適合向外闖嘅人呢？喺紫微斗數入面咧，要解答呢個問題，我哋唔係靠感覺，而係要睇幾個關鍵嘅線索。首先就係你嘅命宮同埋遷移宮啦。簡單啲講，命宮咧就係你嘅核心，而遷移宮咧就係你外面嘅際遇同埋外面環境對你嘅影響。如果一個人嘅遷移宮咧係有動感嘅，例如有天機、破軍、天馬呢啲星曜啦，或者係有祿、權、科呢啲好嘅能量，可以嚟激化你嘅命宮、事業宮、財帛宮嘅話，咁就代表如果往外，你呢個人就會變得強大。你喺外面咧，可能會比你喺出生地更加容易揾到好啲嘅工，賺到多啲嘅錢啦，甚至會遇到更加多好嘅貴人。但係相反，如果一個人嘅遷移宮比較弱嘅話，甚至係有一啲煞星，例如擎羊、陀羅、鈴星、火星等等，咁就好似一個警告信號咁。佢話緊你知咧，你向外闖嘅路咧，可能會相對比較多波折，你需要有更加周詳嘅準備，甚至要重新評估向外闖係咪你最佳嘅選擇。不過除咗睇你天生嘅體質，我哋仲要睇埋一個更加重要嘅因素，就係時機啦，即係你嘅10年大運。大運咧就好似一股推動你向前行嘅巨浪。好多人咧突然間好想移民，好想轉變，或者係有一個機會嚟咗。其實呢啲就係因為佢行到一個充滿變動能量嘅大運。一個專業嘅命理師咧，唔單止會幫你睇而家你適唔適合走，仲要幫你睇埋你未來嘅10年、20年嘅大運，究竟係一個上升緊嘅軌道啊，定係一個顛簸嘅軌道咧？如果你下一個10年大運咧，係充滿住一啲情緒困擾啊、事業樽頸位啊，或者人際關係破裂嘅信號嘅時候，咁就算你而家幾咁想走，我哋都必須要理性咁樣去評估呢一個決定係咪真係一個明智之舉。所以咧，移民呢個決定咧，係應該要經過精密計算嘅部署。紫微斗數咧就係你手上最重要嘅戰略地圖啦。佢會話你知你究竟係一條過江嘅猛龍啊，定係一條需要留守本地嘅地頭蛇呢？佢亦都會話你知，而家你行緊嘅係順風順水嘅運啊，定係逆風而行嘅運啊？喺你要為你嘅人生做一個咁重大嘅決定之前咧，我建議你先睇清楚你手上呢一份地圖，因為咧一個錯誤嘅決定所帶嚟嘅代價咧，可能係遠比你想象中沉重。我哋下次見。